继续要关心的是新竹市棒球场涂骹底的状况。经过2天的采样甲会勘，新竹市长高虹安团队伫个球场挖出着废弃的电线甲石头砖仔角，但是伫这个过程当中，废弃的电线竟然无去。 调画面出来看，讲是营造公司的工地主任企图要来湮灭证据。另外，阁有议员出来指控，讲附近的民众早就发现施工的厂商疑似将用建的废弃物阁将带落涂骹底。再去一透早，新竹市政府的发言人早就可疑的电线甲影片等相关的证物，到地检署按铃宣告。挖到的东西。 塑胶袋内底凹电线、石头、砖仔角，拢是为新竹市立棒球场挖出来。新竹市府发言人施淑婷透早就提这证物来到新竹地检署，要提出告诉。今麦警察怀疑讲有人拍算要灭证。当我们说出了会有灭证的嫌疑的时候，他才把证据拿出来，就看到电线不应该出现在厂区，他才来做一个处理。调了监视器之后，就发现他出来手上其实是有2根电线。 因为监视器画面甲工地主任的讲法斗袂맞，即马要交由检方来调查。新竹地检署回应讲，爱看这个证物的制作甲重要性，决定是毋是要并案立他案来处理。这个代志也未煞，有议员接到民众检举，讲有看到棒球场互人用废土乌白吞。在的外面的土石方进到棒球场里面来做这个掩埋，拆除的时候，很多的这个营建土石方并没有运出棒球场。 议员讲，法文和市政府已经几下摆要求会勘拢被拒绝。等到球场一个起好，涂骹底什么物件已经唔知影，今麦只希望市政府会使赶紧挖起来调查清楚。新竹棒球场12个改建工程有6个是来自体育署的前瞻计划补助款，因为体育署嘛强调讲，都要等到验收完成，确定这个场所无问题，才会拨差不多3000万的尾款。新竹市立的棒球场即马出这个问题，球迷想要入场看比赛，恐惊要搁等一段时间。 Hello， 我是叶明。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并且按赞、开启小铃铛。